要你改变，所以菩萨只我就甲你讲，悲安啊，离苦这种方法。这个离苦得乐，我先跟你讲，这是你要去转一个念头。啊，那我法度人替你消业解脱。我们这一句话建议是来大家，是靠自己努力。人生没有办不到的事，只有不愿改变的心。这刚我哋做为交代，是无愿意改变的心。所以心念若是改，心念是转，心灵就温暖；心念若是退，智慧就来了。所以后面最后做一个决议。所以老师这个回答，念头如果没转，你怎么样来操纵了？念头如果不转，你如何做能够躲劫避难呢？所以咱大家记得这个条件要一点掌握到咯。那记得这个要收在一下，你都价值所以它的收益点这个跟欠钱，一两毫不算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去做。所以呢，在国的那个，你如果转变了，何须我大慈大悲呢？你若不回头，谁为你救苦救难？